歡迎大家收睇中西區足球隊 YouTube 頻道啊！我哋今日會為大家帶嚟一場甲組聯賽第22週賽事嘅精華，由中西區對深水埗嘅。許宏峰將會擔正啊，打一個正前鋒位置，重新再組織攻勢。好啦，猜空咗少少嘅呢邊，劉浩林執個地波上去，李家俊有機會轉埋身噶啦，終於埋拍到去，佢哋分咗去右手邊，張俊軒立嚟中間，黃力威鬥到中尾，呢個波就 Peter 仔啊，黃子謙呢個波個反應都快啊！撞埋一碟再交落，黃力威加入戰團，都俾深水埗強人帶翻出嚟啊！陳卓光如果上嚟呢個波有少少醫院，李康廉偷甩咗，有冇人幫到佢左腳擲位 ？Peter 仔雙手擋到，再自己立翻，殺一殺冧先。鄧國恒攞咗，但係甩咗啦。好啦，撳翻上嚟，因為搖翻去左手邊就班拿比亞，再執翻入嚟中間呢個波攞到嘅，你個半窩里抽射，力水麻麻地啊！但係插入中間有啲誤會喎，李康廉輕輕回翻俾許宏峰左腳撥過嚟。李家俊見到深水埗強回防回得好快，李家俊試下放過嚟，拉空咗冇越位，彭琳琳右腳一射，門將黃子謙出嚟咧就封到彈到嚟中間禁區，劉嘉誠頂到，但係呢個波仲有個拉尼仔左腳扭嚟，搶點頂就頂到噶啦，許宏峰咁，但係佢亦都俾阿嚴啟華孭住佢個位就叉咗過嚟，曾彥房拉開咗少少空間噶啦，彭琳琳走入中間就俾咗啲位啊李康廉。李康廉撳入嚟地波，大家漏咗許宏峰，再回過嚟右路，黃力威左腳一個撞射，炒高咗。中西區排咗兩個人牆，許宏峰同呢個劉浩林。呢個波射咗過人牆，彈一彈地，裁判就示意球門球啊！迪迪馬又試下放個長嘅，許宏峰第一時間右腳撥過嚟靚嘅，張俊軒右腳一扣左腳射省中人，射緊波張俊軒挨翻過嚟，許宏峰左腳個波你，呢個波咧近磅啊，中坤嘅話都。恐怕撲到黃子謙咧攤攤腰啊！拖兩錯揾唔到人俾啊，放唔到入去，呢個波攞實咗唔緊要，張俊軒一個減分喎，避開咗對方，再翻去右路，李康廉右腳刮入嚟，頭槌頂到許宏峰甩咗，再交一腳李家俊冇越位啊！上半場34分鐘，中西區打開紀錄啊！睇多次呢個慢鏡重播，先係張俊軒打咗對方之後，分去右路，李康廉撳入嚟。許宏峰頭槌一頂，門將黃霑擋出不遠，就李家俊醒目啦，第一時間上前執漏，就將個波送入空門啊！彭正陽側上嚟，黃天朗想話俾翻後呢個波俾彭琳琳撲甩咗，即刻有個反擊機會，黃力威左腳流嚟中間，許宏峰一攞轉身揾人俾，猜翻後呢邊禁區頂，李家俊左腳嚟個趟射就食得唔係太硬啊！呢個波炒咗波底，退咗輪噶啦，再撇去右路，李康廉殺一殺中間，右方入嚟龍門口呢個波，大家鬥再撞埋一齊。個波漏咗遠處，黃力威再追翻，應該攞得翻嘅，冇錯，咬入嚟，李家俊左腳立避過咗對方，右腳啄入嚟，心口照，即係跟波張俊軒想話嚟個半窩里，呢個波就暫時比數係1-0，中西區領先。班拿比亞咁入中間幾下俾到陳耀賢，呢個波咧可惜又攞甩咗，呢個猜下，劉浩林回失咗，班拿比亞半單刀機會，曾彥房埋到嚟。最後班拿比亞咧一射，亦都曾彥房啄一啄到嘅。迪迪馬再轉嚟右邊，黃力威黃力威同康廉個位又再對調咗啦。其實經常兩個咧都調嚟調去咁踢嘅。黃力威彈入嚟，降到對方球員啊，困咗一輪，呢個波頭槌點樣向前？黃力威右腳一鬥，2-0啊！59分鐘，咁喺禁區頂咧一輪混戰啊，成堆人，大家都清唔到個波。劉浩林頭槌點前就黃力威做個入攝喺對方咧包到埋你之前，右腳輕輕鬥咧就鬥過咗黃子謙，自己去黃力威上埋嚟前佢啦，再拐翻過嚟大位陳耀賢，再俾個斜線，呢個波靚啊，入攝亦都靚嘅，可惜啊呢個波咧黃憲忠咧有啲嘥料啦，翻上啲噶啦，黃正陽。又俾入去呢個波漏咗，迪迪馬鬥得球證吹罰，呢個波就吹罰咗手球啊，唔係吹迪迪馬嘅，吹罰呢個第一下咧馬隻手應該迪迪馬手球，迪迪馬犯手球。班納比亞咁一射就捉錯路啊！
保羅捉錯路之後咧，深水埗就喺呢個66分鐘嘅時候咧追翻一球就2-1啊，1-2啊！而家再唔揾咩迪馬，呢個左腳右解圍又俾佢拍甩咗，有機會入咗禁區，右腳射會讓門前掠過，黃憲忠啊！陳曉峰俾翻康廉，唔係對位伍家陽啊！呢個波伍家陽搶甩咗佢個舊隊友張俊軒腳下球，李康廉再刮入嚟，鞋嘴啄到嘅係許宏峰，不過力水唔夠，再揼翻落嚟，齊都攞唔到，呢邊許宏峰埋去搶，困跌咗，冇吹罰，翻去左路，黃力威單對單點處理，拐落去左腳呢邊就再加句劉嘉誠鏟走咗，石金波執翻過嚟個遠射，黃子謙救得靚，射又射得靚啊！彭琳琳啊呢個波。開到去遠處，再頂就頂到啦！陳卓光，可惜就角度好窄。彭正陽啄過去，入咗嚟中間有啲混戰嘅，大家炒馬碟，球證示意仰手冇12碼，但係個波仍未解得晒，呢個最後彈埋嚟龍門口就冇錯啦！呢個時候球證長笛一名，中西區憑住李家俊同黃力威嘅入波擊敗破蛋嘅深水埗，比數係2-1。